珠海市中心隱藏住一個咁靚嘅一個世外桃源，聽講咧呢度好多公職人員啊、海關啊、法院啊、中大人民醫院啊，醫生全部買咗呢度喎。點解咁受歡迎呢？聽講交樓品質非常之靚啊，以前3萬幾，而家2萬幾可以買低㗎。咁我哋去現場睇下樓啦，go！大大嘅電梯，我哋用緊嘅咧係一個棟石，一個材質啊，非常之高級。就嚟到呢個現場啦，呢個就交付現場，就實體樓賣緊呢一棟啦。首先睇睇呢個門，哇！呢個係一個 Panasonic 嘅一個新款嘅一個門啦，同埋呢個係一個鋼木複合嘅門，係子母門，非常之大氣嘅。全屋嘅日系中央冷氣、無主燈設計，靚靚背景牆安排好啦。138平方嘅大4房餐客廳等闊嘅南北對流戶型，呼吸住滿滿嘅負離子，我哋三面環繞住鳳凰山脈啊！廚房3件套，估落嚟歐洲大品牌，就洗碗機都2萬幾。咁你睇大大嘅一個雪櫃位置，夠晒啱你用。房間1 3邊落床，睇靚靚景。房間2可以做下仔仔嘅房，可以擺書台，我哋寫字房安排好啦。嚟到主人房步入式嘅衣帽間，大大一個衛生間包括喺裏邊，一樣3邊落床。呢個主人房都係超闊落。呢個138平方嘅4房戶型，南北對流係咪好正呢？呢個樓盤啊，聽講以前賣緊3萬8一平方嘅，而家2萬4到2萬6就有交易啦，而且係珠海市人民最受歡迎嘅樓盤啊！城市溪谷，你有冇啲諗法？有興趣呢？評論區666啦，留言我發資料俾你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